人死咗之後，靈魂會經歷一段中陰身嘅時間，大約49日。呢段期間呢，靈魂離開咗身體，唔再屬於陽間，但又未正式投胎。好似飄喺兩個世界中間，有聲無形，有感覺但係冇肉身。喺中陰身階段，有機會經歷一啲情景，有啲人會見到唔同顏色嘅光啊，聽到唔同嘅聲音嘅，甚至乎會見到過世嘅屋企人，又或者會見到仙佛菩薩、妖魔鬼怪。有啲係你生前未放低嘅人事物嘅執着，有啲係你內心深處一直唔敢面對嘅恐懼。如果你被情緒拉住，未能夠放下種種貪嗔癡嘅念頭，咁你可能會跟住幻象就慢慢跌落輪迴，轉生去另一個世界。人死後嘅世界係點啊？地獄又係咪真係存在呢？如果真係有地獄，咁地獄會係點嘅樣？根據道教古籍記載呢，喺道壇法科之中咧，有一門靈修儀式，名為觀落陰，俗稱遊地獄嘅，可以由修行之人修煉元神，亦都可以由法師引領靈魂暫離肉身，跨越陰陽，親歷幽冥。佢講由法力修行之人咧，喺打坐入定之後咧，可令元神出竅。當五官閉合，塵念熄滅，靈識便會悄然離身，穿越可見與不可見之界。喺冥界度有一條河啊，唔再生者，謝在嗰啲尚未睇見自身真相嘅魂。